冇啊，即係純粹係我想入就走呢科啦，純粹就係好入啲咯。即係對比起幼兒教育係會容易入啲。咁呢個唔知，我純粹係揀呢科，因為幼兒教育個出路就比較單一，呢一科就比較多少少咯。即係係因為社會上面可能需求而家都開始越嚟越大，係啊，都可以咁講。所以就揀呢一科。係，仲有手工好咗啩？咁我想問有冇啲咩困難啊？困難啊！功課咯，會有實習啦。係。咁我記得我有個 friend po IG 就係佢係讀幼兒教育嘅，之後係要動員全家總動員幫佢狂喺度剪原型咯。係啊，我上年都係咁樣㗎，係㗎，有需要㗎。所以呢個算唔算係其中一個困難，或者係可能係一個機會，就係同屋企人會 friend 咗？都算嘅，你要揾到人同你剪咯，都算一個好大困難嘅。O K， 即係如果我假設一個勞工要剪五個圓圈咁樣，咁你有20個小朋友就可能要100幾個圓圈咁樣。係啊，但係都已經預咗係咁樣嘅。預咗嘅，其實入得呢科你要預咗好多手工嘢做咯，應該會出嚟做相關工作先，因為所以就唔後悔啦。係嘅。O K，咁相關嘅工作都係會唔會可能係庇護工場或者係特殊教育需要嘅幼兒嗰邊啦？定係其實正常嘅幼稚園都可以入，但係你有咗呢個特殊教育嘅一個牌之後，可能會即係放翻啲 SEN 嘅小朋友定係會點樣？睇下入到咩入咩先咯，但係如果真係自己嘅話，可能都係會偏向上去 SEN 嗰方面。即係其實可唔可以講就係我讀完呢一科之後，我都係可以做正常幼稚園嘅老師嘅，咁但係如果有需求嘅話咧，亦都係可以去負責翻 SEN 嘅小朋友，或者係去一啲特殊嘅學校去做幼稚園老師。佢多範疇嘅，係啦，可以幼稚園老師啦，跟住可能做特殊學校老師啦，跟住一啲兼修學校嘅老師，或者你更甚，其實你可以做，即係你可以再進修就再細範疇啲咯，就可能言語治療師啊嗰啲，其實你都可以用呢個搭上去咯。我終於明白點解你話出路比幼兒老師廣闊少少。